East Learning 2學0 3D 夢幻填色冊，讓孩子嘅填色冊變成動畫。2學0 3D 夢幻填色冊採用全新 Augmented Reality (AR) 擴增實境技術，將填色冊立體地呈現喺手機同平板上，讓孩子可以與自己嘅填色冊進行互動。一盒2學0 3D 夢幻填色冊內有4冊精裝填色畫冊，根據不同程度分開4個等級，共包含80份填色圖，均採用環保大豆油墨印刷，保障孩子嘅健康同埋安全。套裝另外附有說明書同埋安裝啟動卡，每張安裝啟動卡都設有2個二維碼。用戶首先開啟智能手機或者平板電腦嘅二維碼掃描器，掃描安裝啟動卡左方嘅二維碼，或者直接進入以下網址。進入下載網頁後，根據智能手機或者平板電腦嘅類別，下載2學0 3D 夢幻填色冊應用程式。用戶亦可以直接喺 Google Play 商店或者蘋果 App Store 搜尋 3D 夢幻填色冊下載應用程式。安裝後啟用程式，點擊登錄按鈕，輸入個人資料，註冊後開始遊戲，再點擊激活按鈕，將手機鏡頭對準啟動二維碼，掃描後即可以完成安裝。開啟程式，點擊開始遊戲，即可展開神奇之旅。你會睇到鏡頭嘅畫面，將鏡頭對準已經填色嘅 3D 夢幻填色冊，掃描時請注意填色圖嘅擺放角度同埋光線是否充足。當掃描架顯示藍色，代表已經對準位置。倒數3秒，立體 CG 圖像會伴隨音樂自動彈出。只要移動鏡頭，就會呈現不同角度嘅3維效果。兩指同時操控則可以調校大小。用手指喺熒幕上滑動，可以調校立體 CG 圖像嘅角度。點擊鎖定鍵就可以將模型鎖定。點擊下方中間嘅拍照鍵，將當前畫面儲存為相片。如果你重新填色，只要點擊清除按鈕，再重新識別填色圖，就會出現新嘅動畫模型，以便獲得更多嘅體驗。另一方面，程式內亦設有自由 AR 模式，讓你體驗 AR 互動樂趣。點選不同嘅立體圖像，即刻會彈出不同嘅動作效果。點擊畫面亦可以令動畫停止，方便你利用下方嘅拍照鍵拍出各種創意照片。用家可以隨意影印2學0 3D 夢幻填色冊，繼續同小朋友投入填色冊嘅神奇國度。此外，更可於本公司嘅網站下載填色冊畫紙，列印使用，盡情體驗2學0 3D 夢幻填色冊嘅無限可能。2學0 3D 夢幻填色冊將傳統填色冊與 AR 技術結合，孩子不但可以按參考圖片塗上顏色，亦可以發揮自己嘅想像力，隨心塗鴉，並讓自己填色嘅圖案新鮮活潑地躍然紙上。透過呢種虛實互動，大大增強咗孩子們對學習嘅興趣，並喺潛移默化中練就孩子對色彩嘅感知、運用能力同埋藝術審美力，促進右腦發育，同時亦開發咗孩子嘅立體思維。繪本內頁更附有給家長的話，讓家長透過統計學同埋心理學嘅分析，了解孩子嘅用色習慣與性格同埋潛能嘅關係，並訂立合適嘅培育方針，令孩子贏在起跑線上。2學0 3D 夢幻填色冊寓教於樂，讓你嘅小朋友喺快樂中學習成長。